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台，我是阿明张伟明。咱讲台铁铁路考好事故吼，已经来到第7天，同时咱讲一般咱讲吼，头七吼，今日咱们看到讲所有的列车伫9点28分的部分，同齐来试喇叭5秒钟吼，表达着咱讲的追思的意思。另外，咱们讲到火车经过着行人崩坑的时阵，速度吼嘛真正慢落来吼，因为着咱讲吼，试喇叭30秒吼，咱真正为所有的理念者来悼念吼。但是咱讲的爱追究责任的部分，咱爱继续来去进行哈。尤其咱讲吼，相关的证据一个一个来产生。咱看来讲吼，单以上，迄天除了有违法连假开工以外，也有现场吼其他人员嘛一个找出来哈。尤其咱看来讲吼，迄当阵工程车有一个副驾驶啦吼，即阵咱讲吼已经总算来找到，伊就是华文好啦吼。即阵互列做是共同的被告。因为咧，咱嘛看到讲，运安会一寡调查有一寡关键的录音档吼，交互检调人员。尤其咱讲事故了后，阿好啊吼，伊逃走几落工，检方认为有逃亡的事实，会照地啦吼，甲理想来相比对。因为咱们看讲，初步看起来就是工程车，伫咧第一时间哦，时阵来去动点，竟然哦，理想去跳起哩怪手头顶，想要用怪手连吊带甲卡起来吼，但是结果就发生着小连刷意外啊，关键的事情，咱看到运安会也好，检调者拢有来掌握啦吼。另外，咱嘛讲到理想吼，资本也干啊。200万是安怎包这么大工程？过去吼，咱讲政府的采购法内底已经是列作是黑名单吼，甚至被判刑了吼。是安怎摕到这款的标案？咱讲到标案吼，也是讲照牌现象吼。即阵嘛开始约谈，咱讲东兴营造的负责人黄斌和啦吼。另外嘛个约谈着咱讲吼，东兴营造监工吼林中清，加用关系人的身份登去到现场吼。你讲代替到底有责任也是无啦？咱讲吼，伫咧初步看起来，安尼看起来拢是监工的问题也好，施工者问题然后，但是代替吼，咱讲吼，真正嘛是爱负连带责任吼。即阵咱嘛看到讲吼，政府为着要吼带方向，讲有人讲呀，代替公司爱来公司化吼，讲爱解决了钱也是讲吼改革吼部分吼。咱嘛看到讲吼，蔡英文总统将民进党中常会来底讲吼，第一步是爱改革着咱讲代替的组织文化，第二个就是咱讲吼解决代替长久以来吼了钱问题。咱看吼，即阵已经了差不多4000亿啊吼，但是公司化部分吼，伊讲社会顶有真侪咧讨论吼，讨论着包含公司化等等，这模式啦吼，所以伊讲伊无来亲嘴讲着公司化是毋是伊要去落实的一个方向甲目标，但是即阵嘛有人讲吼，交通部吼，林佳龙部长也好，等等的部会也好啦吼，讲即阵提出着公司化是严重打击咱讲吼基层的信心吼。到底咱讲吼透过节目啦哈，对内幕哈对真相以外，嘛要好好来讨论讲，到底公司化是毋是万灵丹咧？现在邀请节目电影所有来宾，第一位邀请文化大学法律系教授曲俊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邀请民众发言人甘淑培。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第三位邀请时代力量党团主任罗嘉伦。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四位透过连线，咱们连线代替产业工会会员代表，现主持是咱潮州车站的副站长曲明杰，明杰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是啦，首先要先带大家来看讲吼，9点28分吼，所有的列车经过的时阵吼，拢起喇叭表示哀悼，先做回来看。台北树南站要出发往台东的对号列车642车次，伫出发前拄好另外一个月台也有车进站，两列火车同步起喇叭，因为时间拄好是早起9点28，代替408车次太多过后。发生意外迄当阵的时间。事发的当下就是9点28分的时候，鸣笛30秒。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感受到，我们都祝福他能一路好走。早起9点28，代替普悠玛408车次的列车也拄好出后连隧道。经过事故发生地点特别检索，并且长声起喇叭，为顺职的司机员也个罹难者致哀。代替的发电站是伫第一月台安排一台列车，伫车头甲车两边搭黄丝带，追诉2位影响损失的司机员。代替火车驾驶联谊会理事长黄龙芳讲，
同款是司机员听到火车饲喇叭的声音，就敢若听到悲伤的声音。希望政府会让重视铁道安全。是希望这个鸣笛能唤醒社会各界以及政府高层对铁道安全的重视，不是只有空谈，不是口号，真正所为的一切要以安全为出发点。全台湾的火车公布饲喇叭致哀，迄当阵线上伫咧驶的车次总共120列车次，有真侪司机员除了表达支持，也讲自从代志发生了后，台铁的员工司机拢真加，心情真沉重。希望透过这边饲喇叭，互司机员历难者的尊重甲安慰，也是互救难人员协助修复路况的人员上大的敬意。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讲吼，发生着这个54个这个意外吼，另外还有200多个人这个受伤啦吼。咱首先来邀请这个敏捷吼，尤其吼咱即阵是咧车头吼做事啦吼。咱嘛讲吼，咱是这个产业工会这个代表吼。今仔日咱讲9点28分吼，你的这个心情是安怎咧？今日我代表咱车头来协议吼，然后我是列迄个326七个一帮车啦吼。是。这样司机员哦，咱饲喇叭入去哦，我唔知我真係感动啦，因为饲喇叭差不多加10秒钟尔，不过我入夜以後就大家邊仔咧哭啦，就足感動。咱代替它創成安尼，上簡單咧要，咱坐車救車的安全，它會變成這救命咯，咱就安真正做思考的呀。嗯哼。有影吼，爱思考到吼，即阵意外事故对咱的这个影响，所以咱继续来对这个真相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吼，即阵现主事啦吼，这个检警也好，调查人员也好啦，还有这个运安会进度拢是有。咱看到讲吼，政界面有新的这个进展。咱头拄嘛讲到运安会这个事故发生的这个图表，证实讲用怪手用吊带吼操作失角擦啦吼。运安会嘛证实讲吼，就是这款一回事啦吼。咱讲卡伫咧树仔站的这个时阵吼，甲这个检调吼，甲运安会拢有上新的这个对话啦吼，嘛这录音档，但是咱嘛过去讲吼，理想就是这款这黑名单，但是吼去用被判刑啦吼，所以即阵咱要来看讲吼，这个检调的这个进度到底是啥物？先做来看。一早起，检方就地李义祥继续调查案情，检警侦办代替铁路过河事故，初七已经甲案发迄天两岁的工程车副驾驶座顶头的越南的逃走移工阿好居地到案。伫初七暗时到案的阿好，拢点点无讲话，被移送到地检署复审。检警协助花莲市区的路口监视器，锁定李义祥驶的两岁工程车要去工地时阵，坐伫咧副驾驶座顶头的阿好，伫复审了认为有盗墓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经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有逃亡的事实，有勾串灭证之余，所以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外界伫咧关心，伫案发迄当阵是啥人使怪手，敢讲是毋是伫咧现场，阿好是伫咧创啥？对此，检方强调，这涉及侦查的核心，无方便加讲。被告在现场他所做的行为，就是本件核心的侦查作为。那我们昨天申请羁押，也是因为认为有勾串灭证之余，所以我们目前还不会对外说明。检警强调，代志发生迄当阵，李义祥甲阿好拢伫咧现场，认为阿好有涉案的嫌疑，所以该列做被告。法院上紧下昼会开审押庭，决定什么时阵审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是咱看到讲吼，运安会也好，还是讲检调，拢有这个上新的这个进度。咱头拄嘛讲到啦吼，这个工程车这个副驾驶啦吼，其实甲这个咱讲吼，这理想吼，其实咱讲伫咧事故发生了后，佫一段这个对话，但是咱讲吼，这个运安会嘛无吼透露佫真清楚。但是伊讲这个咱讲检警遮吼，拢已经吼有收到这个一寡这个调查的这个部分，佫录音档嘛拢收到吼。另外咱要来讲的就是讲吼，当时营造这负责人黄冰河也好吼，甲负责监管的遮啦吼，其实拢脱离这个未调因这个关系啦吼，教授你安怎看呢？就是讲吼，买手若是要追求责任的时阵，想的部分会愈来愈重咧。我看是这个工程的车的这个理想，是，对，甲伊后壁伊的这个
包钢鼎这间大公司。是，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李义雄本身，咱过去嘛有讨论过吼，因200万的这个资本业啦吼，咱嘛讲到吼，代替也好，啊，佮有因这个吼国分公司中研也好吼，另外咱讲联合大地吼，咱讲到吼买手20钢鼎社甲以上吼钢鼎这个部分吼，拢是5关吼，这5关到底是虾米部分吼，出到4甲7这个部分吼，继续请教发言人吼，咱来看到讲吼，这回这个事件吼，第一个部分咱爱追求的，有人讲真正吼，就是这个驾驶本身，咱讲也是讲吼钢鼎这个部分吼，第一关啦吼，就是伫咧练家遮这个做时间吼，但是买手咱来看白菜是愈讲愈大吼，啊，一个向突破了后，伊所要面对的吼，即阵毋若是干李义雄本身，佮有伊这个吼逃走这个移工吼。华文好啦吼，啊好啊。另外，咱头拄嘛讲到，这个营造这个负责人，咱讲至少5关吼，代替嘛脱离袂掉伊这个关系啦吼。你安怎看咧？代替吼是这个工程的这个发报价啦吼，所以不管安怎去调查，是安怎这个代志的发生，主要的责任是伫个上，我感觉代替都没有办法脱离责任哦，伊就是爱对这个工程诶施作哦，然后发生这样子的意外，导致50个人。上身吼，然后100几个人受伤，这个代志，伊爱负起伊的政治责任吼，包含他拄仔大家讲的，就是讲代替的一个文化的改革的部分，这东西势在必行的。我相信今仔日是头七吼，所以真侪台铁列车今仔日出发的时阵，伫个9点事发的时阵，伫个鸣笛，我相信大家看到，只要咱是人，咱拢心里都觉得很难受啦吼，所以我也要讲，就是说台铁的改革，也许台铁现在的同仁会很抵抗，可是我要告诉台铁的同仁，就是讲这件代志发生，敢讲公司拢无责任，拢无通下改善的所在，那有咱是不是爱趁这个所在，趁这个时阵好好啊来改善？为什么？这帮列车的2个驾驶，拢真少年，一个拄结婚，一个马上要升做驾驶。因2个伫咧看到迄个工程车伫咧铁轨的时阵，他们紧急刹车，嘛无法度把这个列车动掉的。因牺牲是因的性命，是，对无？啊，所以这个代志，那无讲趁这个时阵好好改善，未来代替所有的员工，拢有可能是伫咧列车顶悬伫咧做服务，吼，恁拢是用恁的性命伫咧做这个工课。我感觉这是无公平的，吼，每一个人的工课，每个人在做工课，尤其是这种跟政府有关这种公共运输，一定爱是做完安全的，不是跟他回家的人要有一条安全的路，在台铁工作的所有的员工也都应该要安全，不应该冒着生命危险在工作。我感觉这是总统昨伫咧说明的时阵一个语重心长的部分。OK， 但是咱嘛讲回过头啦，来看讲吼，这回咱发生事故这个所在，真正伊咧做或者是落当的这个边坎安全的这个计划，是安怎才会变做是遐尔危险的这个所在，已经无安全了吼。除了咱讲吼，规个这个系统性的这个失灵以外，咱讲吼，这个吼。当然，工程者吼爱负上大的责任，尤其咱过去一直咧讲的，伫咧年假期间，咱就叫你莫入来吼，来施作，你讲莫入来，但是代替敢有真正落实着讲规个环节的吼，咱讲吼检查也好，审查也好，等等遮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迄当时吼，咱讲即阵运安会即阵嘛调查出来吼，工程车会摔落去吼，这个原因是啥物？咱讲吼，第一个时阵，咱看车是停伫咧这个所在，咱讲吼本早要这吼载这个链啊吼来去做一寡吼看边的这个吼防护啦吼，但是迄当阵咧施作的时阵，咱讲来到第2个位置吼，煞冻点去啦吼，冻点的时阵啊怪手，咱讲理想有可能，有人讲有可能吼，就爬起咧这个怪手，想要甲这个吼冻点的这个部分甲伊扭起来，但是第3个位置。啊，甲第4个这个位置吼，无拄好，咱讲搁用这个吊带的时阵啊，真正就安尼出落去，咱讲下底啊吼，所以迄当阵关键的就是讲，你第一个时间虽然讲干那1分钟落落去吼，但是搁进前搁一班列车伫咧遮啦吼，你安怎吼去做一个吼回应的这个时间，毋是讲你伫遮吼想要甲救，想要甲安怎，你拢会当事先来做一寡处理的这个方式，比如讲你已经发生卡伫遮这个意外，你先安怎通报，啊伊第一时间无通报了后，尾手的这个事件就豆来去发生，所以咱讲吼风险这个控制，嘛过去咱有咧讨论着讲吼，到底这个吼风险机关。
还是讲一寡风险的这个机制，安怎来去形成吼？这是咱过去有讨论过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吼，咱讲这个头一步啦吼。但是即阵咱看到讲问题吼已经发生啊，安全上都已经出问题啊。但是即阵代替甲你讲吼可能咱会当透过公司化，是交通部甲你讲透过公司化吼。但是过去遮发包的工作也好，吼追踪也好，吼拢会当甲付去，安尼敢讲会过去啦。咱讲吼真正公司化可能毋是万灵丹。继续请教主任。像蔡总统的声明内底，其实伊主要讲的毋是讲公司化这件代志。是。毋过因为这阵啊，拢有咧讨论讲代替公司化的问题啦。毋过咱为规个代替的问题来看，那我用一个上细项的例子来看，对咱即件出代志，迄个东兴吼，咱即个伊个包商东兴伊下骹有几个。也分包的包商，是。咱为迄个讲迄个工程会的记录来看，包括今日交通部伫立法院质询的时候嘛有讲，就是即个标顶管的即6间，即6间，然后内底你会看到李义祥的义祥工业社，是。毋过事实上，敢真正甲即6间吗？阮就有倒去调查，你就会发现讲。这张相片是一个叫做潮生土木包工业，这个公司伊的家己的脸书的相片啦。是。咱会看到讲伊才有一个工程，这就是这件发生代志这个所在咧施工未砍挂进前，这个大清水隧道这个所在。是。伊嘛是施工的迄个包商之一。咱来看伊的头家是啥，叫做林长青。林长青是啥物人呢？为什么伊潮生土木工业社会伫即个现场呢？咱来看迄天发生代志的时阵的监视器的记录你就会看到讲顶悬有4个人，即个李义祥上边啊，这是李义祥，然后倒来即个熊德玉是咱代替花莲工务段的施工主任，是中即个就是林长青，那这个雕星的这个头家，是边啊，这个叫林伟仁，是伫东兴的员工，嘛是进前的工地主任。OK。伫李义祥进前，伊是工地主任啦。伊是啥？伊就是林长青的囝。你就会看到讲，为什么发生代志？李义祥会通知这个人教，毋是通知联合大地的人教，伊通知代替施工主任教这。正常啊，为什么要通知这个人教？你若讲伊无伫遐施工，伊为什么要通知这个人教？就是咱用这个上基本的状况你代替人家发包的管制，你家己都讲袂清楚，讲你到底这个标案内底有几个分包商啊？伊都讲袂清楚啊！你讲要。透过公司化，就用来解决代替吗？我感觉这是无可能的代志，而且伫我所熟悉的代替的基站的员工，因大家拢足支持代替爱解决的。自2018年的时阵，普悠玛事件了，咱代替有总体检，代替的员工，咱产工会嘛，拢伊咧要求讲代替一定爱解决，你电工运机这4个单位，爱家己内部，你也有法度沟通，也有法度去面对代替的一寡问题，就是到今仔该做的拢无做，毋就才有发生这个悲剧啦。是，我感觉是安尼，这毋是加讲你一个公司化就应该解决的。有影啦所以咱讲到这所谓这个行车安全也好啦，还是讲这个内部这个行运的也好啦电机也好做工程的机厂也好，等这4部分拢去做甲够啦有人嘛讲公司化进程，所有的目标拢伫公司化进程，你都要好好做检讨咱嘛讲到过去的这保安机制也好，还是讲政府到底有偌尊重咱讲的这个交通安全根据过去有这个李克聪教授有去算过伊讲这个若是算伫交通安全这个医生一年差不多才3亿尔另外咱嘛讲到这个
个工程的这个合约的这个要求到底有符合咱所谓咱讲安全事项，甲这个方案，还是讲执行安怎去执行啦也个咱讲到代替承包合约本身的这个制度的这个问题，避免讲你真正去审文件，安尼审就过去，表面这动作做过去，敢有爱互人有真正有感觉这个感觉啦咱讲行动啦所以咱看到讲规个这个整体真正是系统性的这个失灵啦继续咱嘛来看讲这个监督甲包商者有出啥物大问题，先做来看。批评代替伫咧铁路局事件调查的速度正慢，李伟提出代替的编铺工程资料，讲这项工程已经延4遍啦。施工厂商是东升营造有限公司，下卡协力厂商也就是分包商有6个。其中，二项工业社伫咧合约内面的工作项目是提供怪手卡车这个机械设备。本来1/6的包商只手遮天，变成整个工程都可以他来负责，所以才会在4月2号的时候，他一个工地主任就可以跑进去工地，不是吗？有换过人，有换过人，是去年11月19号才换成李义祥，对不对？是。地处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认定。分包厂商的人员是营造业负责人，所以担任主任包商工地主任，违反营造业法的规定以外，也确实有照牌转包的可能。目前伫内政部相关系统也无法度去查查，是一段缺失。对有李义祥伫咧代志发生前的作为，云南回讲，自工程车的第2个晶片害完迄当阵的现场，确实有其他的人甲李义祥伫咧讲话。录音档录音到。当时在处理工程车在草丛的时候，蛮关键的一些对话。云南回讲，些人甲伊讲话，因讲啥，拢有检调伫咧调查。代替发生有史以来上严重的伤亡事件，不公开讲代替应该公司化的交通部处长王国才，并问到交通部是不是继续推动代替公司化有肯定的答案。我们谈公司化，事实上它有个过程。那昨天总统所讲的第一个，所以有没有时间表？就是按照这个3个阶段，组织文化、财务改革，让大家放心。王国才讲，自普悠玛事故了，各界就对公司化伫咧做讨论，不过迄当阵企业工会反对，认为伫组织改造上有正大疑虑。未来交通部会依照总统的指示，一步一步推动，先自组织文化加债务亏损下手改革。不过目前是无讨论到起票价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先来继续来讨论咱讲这个本大包商差不多有分做3级有甲、乙、丙差不多3级的这个部分。咱讲到这个以上是上尾级的，竟然会当来去标着甲级的这个部分咱若是讲安尼牵涉到啥物，继续法律的这展出咱请教教授啦这件事件其实讲起来，唔是讲。单一的一个问题啦是整个的台湾代替有相关的部分啦，包括讲你发包的过程啦，发包的手续，还是讲安全卫生的维持，还是讲劳工人员这拢是有关系啦。其实伫咱这个发包的过程内底应该要求这个承包商应该爱安怎做，就是爱安怎做。但是恐惊是咱，所以总统伊有讲啦第一来改革的就是组织文化。你组织文化伊包含这个部分爱彻底。那问题就是讲。咱虽然讲政府讲总统讲爱组织文化改革，但是顶头的人的改革，甲下骹的人的改革的想法，是不是拢同款？是不是当落实？这是未来上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有影啦咱讲到这个改革这部分所以咱讲伫咧咱讲咧追求责任代替一定嘛责任。咱讲小联线这各部公司中研好，联合大地也好，中心啦搁这个以上5站把关拢是失灵的这个部分。咱讲会做另外一个追求的这个方式咱搁继续讲到这个代替改革的这个部分有人讲这个过去了钱实在了甲伤严重去咱看了讲这个106年的这个时阵迄当阵收入273亿但是支出是287亿啦所以咱看迄当阵了差不多13亿外。另外107年的时阵
这个咱讲欠钱的这部分了钱的这部分哦，又甲来甲这个24亿外啦吼。另外108年的时阵，又个升价32亿外啦吼。另外109年哦，人讲已经是差不多2倍外来到68亿啦吼。另外连过去咱讲伫咧退休人员也好，因这个退休金等等的啊，搁有这个当年的这个了钱的这个状态，咱讲安尼40档来已经负债差不多4079亿啦啊，人力不足，咱讲这个代替过去咱讲拢欠人107年的时阵，政府已经核定新增加这原业有2818人分3年要甲保护足啦但是今年咱看到讲1月底员工才差不多15000外的人尔啦啊，代替差不多超过半数的这个年资无到10档啊，咱讲薪水福利真正低，啊，劳动条件佫无好这是咱讲离开这个职场可能这个上大的这个主因工会嘛表示讲，这个新人真正离开工作差不多3成啦咱继续请教敏杰啦伫咧咱讲现场咱代替你过去嘛讲着欠人欠钱啦所以咱讲人力不足会带来什么款安全的这个疑虑，你安怎看咧？咱现在想看嘛，这样代替是在亏损所以咱来做安全问题时，有2项会当去想啊。是，一项是讲咱设备方面来强化另外一项就用人力强化这2个方向。这样咱知影咱代替这样咧亏损咱看咱个车就知影，这个车佫老佫破。路线逐工车咧歹去安尼，所以咱这样无钱买设备。OK。不过咱这样若是我靠人力人力这样大家拢知影人力有亏损，人力不够嘛。这样我一直在开发什么新的路线、新的车站，有优惠措施安怎的，服务咱个国民，就拢爱靠人力，毋是靠设备。不过我伫车头来看，咱车头一寡较牛的就扣出去啊。伊就思考讲，这边有发展，这边有比较风险，我是个担这风险钱来少少，担这大的风险，佫巧嘛，唔知讲有迄能力就扣出去啊。是。所以这日来就是一寡较新的人，新人我车头爱做训练。不过咱人力不足之下，刚有迄时间甲伊做训练，敢佫做扎实无？就是一个问号。是。从我甲要做训练时，有当讲爱甲员工叫去教室内底用什么简报各位较扎实的学习不过无办法，有当个顾车，当有轮椅爱服务，佫有个月台什么爱顾车来旅客安全，变成我月台爱教因，月台佫差，佫差，佫一寡突发事件有当旅客问迄种问题，变成我教育的员工拢是较无扎实所以你讲无扎实佫无什么设备这样对大家的国民的安全真的是有很大的那个隐忧这样。这个安全上拢总有疑虑就对啦但是咱嘛听到这个咱讲政府要化，咱讲公司化等等，还是讲民营化做一寡改革，咱讲受伤的，还是讲这个基层一定伤害上深啦影响上大尤其福利上恁会安怎受到影响无？咱较袂受讲福利的物件，因为咱这样每一家面对的是安全问题。OK。有当讲较歹听，有当那做唔好就去掠去关安尼。所以咱员工是上关心的是讲咱安全问题，不管是咱家己还是旅客。是。旅客受伤嘛是爱负责嘛负责任。所以咱即样咱代替员工，唔是讲反对迄个改革。OK。是咱是想讲事故。是等于要改革，没错事故等于要改革。不过改革是公司化，还有一个疑问啦。OK。那产业工会，咱常常在上新闻开记者会。咱不是讲上新闻开记者是讲台铁多好，一定是有一些谏言嘛。OK。谏言一定说一定要改革怎么样，所以工会是大家会可能比各位国民想到的都还更想要台铁要变好。
变得让大家更安全啊，你啊。是，民家其实有讲到一个重点吼，就是讲事故吼一定要改革，但是这个改革唔是这个公司化吼。咱讲吼，这个若是要烧饼吼、烧赌啦吼，咱讲其实有一个大疑问吼。但是咱讲吼，过去代替欠遮尔啊侪钱吼，安怎来互伊这财务较健全的？咱讲欠钱还是讲欠人力这部分，会当来改善吼。其实有人有真侪种建议啦吼，有人讲吼，这个资产也好啦，负债也好啦，由铁路局来承担。啊，若是要创一个这个新的这个吼铁路公司，嘛是会当吼有这种想法，教授你安怎看？其实吼，咱咧讲代替亏损偌济吼，我咧想这可能爱历史上爱去研究啦。OK， 安怎讲呢？因为我做兵的时候，我是运输兵，我是运输兵校咧做教官。是。啊，迄当阵吼，咱台湾吼，为着要反攻大陆吼，咱饲介济吼铁道兵。哦。啊，这铁道兵吼退伍了后吼，话拢怎杀去代替内底。啊，所以因遮的这个退休金的这个钱吼，是不是拢算伫代替内底吼？这个要重新去分割，去检视。你不能说把所有的亏损全部算在台铁的头上，这样子对台铁现有的员工非常的不公平。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所看的哦，包括因台铁啊，工会啊，加台铁吼，去订那个团体协约的时候，我有参与嘛吼。啊，所以我感觉讲代替的员工，其实大家拢真认真，啊，但是想到会变讲亏损的状况吼，因为代替伊有负责整个国民的行的便利，是啊，所以这个像讲亏损的路线。这个东西全部要把它算入台铁的那个经营的亏损的话，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不公平。这个是应该要整个国民、整个政府要来承担的部分。第二点就是讲，想要讲台铁员工就人数不足哈，这个我们就必须要考虑。明明每一年都有招募新人，可是新人的离职率为什么会到达30%？那这一定是显现出来台铁的工作环境没有办法留得住人。那这个工作环境到底是不是因为薪水跟别的例如交通事业单位比起来，跟私人的企业比起来是差很多。那我觉得这个必须要去从头考量。那很多人都。把公司化挂在嘴边，那交通部它公司化的呼吁也不是今天才开始的，甚至它好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在画了哈。啊，大概都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先进国家，他们例如日本也好，韩国也好，他们都把铁路民营化，然后我们就一些人可能就会觉得啊，民营化可能是应该要走的方向，就。整个全世界的发展来讲，这种交通事业民营化可能是终极的，应该要行的路线，但是不是这个时阵，不是这个时阵，化改革的时阵就要公司化弹出来了。啊，所以总统一讲的嘛无唔对，就是讲第一，你应该解决组织文化；第二步，你应该解决以这个亏损的状况；第三步再来讲这个经营模式的改革。所以。袂当讲吼，日本甲韩国因改革有成无成，啊，就会当用在咱身躯顶安尼啦。因为吼每一个国家的整个社会背景、文化完全都不一样。不是讲日本改革，日本伊对1987年开始改革。他当时改革的时候，也是为了要解决他们的亏损的问题。但是他的改革也并不是那么的顺畅。他也是经过很多很长久的痛苦的过程。那当然有一些人就讲说啊，你看民营化改革以后，他们还是出了很大的这个车祸啦等等的哈。那案件的量也不少了等等，但是我觉得你不能把这个日本的案件出车祸的案件数，就拿来做一个比较。你应该去比的就是说他们的全国的铁道总公里总那个公里的总数有多长，然后它出事的比例跟我们台湾才300多公里，然后出事的比例。那你再来讲韩国的改革，他们在
2005年的时候也是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因为他没有去好好的解决人的问题 ，OK， 所以导致于韩国全国10万名的那个交通事业的那个从业人员的大罢工，OK， 所以我是认为说，在整个台铁要改革哈。组织文化的改革，除了说管理这个部分以外，你对于人员怎么样的去安抚他们，怎么样的去给他们应有的尊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环。有影吼，其实教授吼，甲咱回归到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背景吼，咱讲到吼，过去有这个运输兵啦吼，啊可能一寡人就搬来这个代替遮，啊遮的咱讲吼退休金也好，还是讲吼福利也好啦，真正袂当算伫咱即阵咱讲吼啊代替的这个部分吼，一定要做一寡这个分割。另外就是讲吼，咱头拄仔讲的，若是讲要公司化、甲民营化，其实伊拢是这个长期的这个目标，但是这个长期目标进前，安怎改善吼？这内底内部的这个组织文化吼，含讲这个了钱的这部分，头拄仔教授嘛讲到日本的案例吼，其实伊嘛是有听过啦吼。咱看到讲吼，伫咧日本民营化这部分，1987年吼，这个国铁吼分割做民营化吼 ，JR 吼依交吼这个7间这个公司来去经营吼，提升伊这个效能，减少政治力的这个介入吼，这个部分咱嘛会当去做一寡参考。政府吼也需要负担什么？了钱这部分吼，但是咱讲有当时啊吼，铁路吼摆练摆买这寡事件也是有，但是咱头拄教授嘛讲到，咱去甲规个这个公里数来去吼，来去对咱讲发生事故这个比例，安尼甲算起来比较一个基准伫的吼。另外韩国公司化这个部分吼，虽然吼过去吼了差不多上千亿的这个含票啦吼，但是2005年公司化了后，咱看到2014年啊，这个经济开始有一寡利顺啦吼。啊，咱看到讲原本韩国铁路然后有这个铁路厅的这个经营分割了后，咱看到讲吼有这个 KR 含这个吼 Korail 啦吼 Korail 这款的这个负责营运甲这个运输的这个经营，啊，另外一个负责咱讲铁道的这个建设吼，尾手真正是吼该这了钱吼，即阵变做有趁钱吼，事故嘛减少70%吼。英国同款嘛是有公民营的这个合作这个模式啦吼，咱看到讲1994年甲1997年吼，拢做是公民营吼做伙来去合作啦吼。原本吼英国内底有4大铁路公司啦吼，尾手改做是这个英国国营的这个铁路公司啊，负责着铁道的这个建设，民间的这个客运公司啊，负责着运输经营吼，所以同款迄个问题啦吼，有人讲这个资产也好，咱讲负债也好吼，交互铁道局吼，即阵有这个部分来去做承担啦吼。啊，新的一个吼公司吼是尾手，咱会当去进行继续请教发言人吼，安尼这个部分敢有通咧？政府嘛是爱负担着过去咱讲吼有较欠钱了钱的这个部分吼，由政府来承担。新的一个民营化的这个公司，还是讲新的一个吼公司化的这个态度吼，豆豆来遮吼有一寡运营的这个可能性，你安怎看？咱头拄仔看到这个台铁亏损的状况吼，就严重的啦吼。不过台铁的亏损状况是不是全部都要归责给台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有一个数字是讲，咱台铁吼，当年收的票价有93%，93%拢伫咧付这个员工的薪水，啊，还有退付。OK， 所以咱大家拢真期待讲，哎呀，台铁是咱上重要的一个公共运输，咱希望伊的营运绩效会当提高，品质会当提高。不过，当伊的收入的93%，拢伫咧做伊的员工的薪水，伫咧做伊的退付的支付的时阵，他哪有钱可以去做这个整个公司更好的管理？然后再加上台铁它负担非常多的政治责任，政策的服务，比如讲。过去我伫咧做助理的时阵，常常嘛听讲啊，台铁想讲要甲票价调整1块、2块，马上就足侪人出来买讲啊，袂使啦，你啊那。所以当然，你看咱去日本耍的时阵，咱去日本坐，不管你是私铁，还是这个什么新干线，伊的票价拢是足悬的，所以伊会当提供好的服务，是因为伊的收入会当因为伊的成本来去做调整。不过因为即马台铁完全是交通部下骹的一个国营公司的时候，他会负担非常大的责任。所以今仔日我看到一个新闻啦，这个台铁的产业工会的这个理事长王杰啦，伊讲哦，若要改革。先改革立法院，先改革立法院。我感觉伊讲的嘛，唔是无道理啦。因为当你是一个由政府来补助的公司的时阵，立法院的所有立法委员爱扮演，他要扮演他的角色。我就是要监督你做得好不好。但当你又是一个民营公司，比如讲，我举一个例，中华电信，还有中华邮政的时阵，
都无共啊。我唔知影，即马因为这个电子化太多了，所以即马真侪人伫咧寄杯。不过阮这个民意代表，因为逐年拢爱寄迄贺卡，我甲大家讲，你知影咱中华邮政的邮资调整了无？过去这个印刷的一个那个邮资是3.5块，它在前年的时候调整成6块。这个代志会当互整个中华邮政它的服务，它的这个经营的，包含给员工的薪水什么去做一个调整。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这件代志事情发生，其实只是把台铁议题重新拿来做讨论。我当然嘛会感觉讲。台铁产业工会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紧张但我认为政府在这个时候其实要表现出诚意。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肯定台铁的付出，我们也肯定台铁过去对台湾营运的部分这些铁路的运输，但势在必行的改革，改革是不是一定要全面的民营化？我比一个例子，以前台北市政府。有一个叫做公车处，迄时阵嘛亏损连连，后来就把公车处结束之后变民营化。他现在有一个叫大都会公司，台北市政府伫内底有股份，足侪这个公车业者嘛，伫内底有股份。伊即马提供的服务有比公车处较好无？一定有。伊对员工的照顾有较好无？因为我有补助，阮台北市每一本对他都要这个教授讲的，有一些比较这个亏损的道路，我们都给业者补助啊。我们给业者补助的时候，同时也要求他对劳工的品质必须要照顾。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产业工会最应该要去关心的事情啦吼。我感觉讲，伫我做助理的时阵，曾经我捌接到工会一个服务案。伊讲啥咧？伊讲因为台铁这个营运有的时候很早，有的时候很晚，所以他们有很多的驾驶员其实都要住在这个车站内底。伊干那要求改善一个物件，都是因的品质，因大的这个名称还有配无够高，无够舒适，想要换呢。我还讲台铁不愿意，为什么？因为因就是去你看伊讲，恁一直亏损，你们的成本还那么高。你们的营运绩效没有办法提升的状况，你们票价没有办法提升的状况，你只好降低你的成本。你就是无去照顾到需要去照顾的所在。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台铁的改革，其实不管倒一栋伫个积大家拢感觉伊是一个大问题。包含老师头拄仔讲的，你过去的这个营运兵拨进去，现在劳退等等的问题，都是这一间公司要去负担，不公平。再加上你知道，我中号东路啊，精华地带，台铁有一整排的房子空伫遐呢，无伫咧做使用呢，因为伊根本就无人会当过去做管理，去甲伊活化，所以定这个问题，一定爱改革。公司化是不是一个选择？公司化跟是哪一种的公司化？我觉得这都可以讨论，但这个改革一定也会请这个产业工会一起来啦。我们希望。就如刚刚第一段所说的，台铁是大家安全回家的路，也是台铁员工安心工作的场域，绝对不可以让大家危险。我觉得这是接下来政府应该要做，而且一定要做的。OK， 所以咱讲台铁这个安全安怎来去互伊较健全过去有人真侪种建议啦咱讲真正有钱啦也是讲这个卖个一直要求讲 cost down， 也是讲这个成本的这个部分，有当时这个票价的部分咱讲一个若是要发起的时阵可能就有真侪种反弹的这个声音另外咱嘛看到讲过去台铁你都要负责到真侪这个公共运输必须爱有个较偏远的这个路线，你都要负担起来，但是这可能嘛是长期负担这个债务上的一个包袱啦咱看到讲补贴的这部分，也是讲这个心身障碍这个半价这部分政府是不是看这个负担部分安怎更较弹性的这个运用另外劳工的这个权益啦就是讲即阵这个咧规划公司化的这个重点伫咧改制期间卖裁减任何这个员工，但是有人讲这个改制了后咧，这是不是裁减的这个部分？因为你要减体重，你要互你较瘦的，互你这规个这体质会当较好的，所以有必要的时阵。有当时有人就讲这个员工都要甲太好调啦但是这都影响到咱讲的劳工的这个权益这个部分另外负责着营运管理甲安全的这个部分嘛要成立着区域营运部门甲一级的这个安全管理业务的这单位啦咱过来先请到敏捷啦其实咱也看到讲
伫咧资产的这个活化，也是讲头拄啊，咱讲的可能伫咧吼车头啦吼，真正咱讲要求一寡对大的这个品质吼，互咱讲吼，因为咱讲这是代替爱负责轮班的3班制啊 ，A、B、C 有当时啊你吼职员 A 吼念伊你就搁去 C 啊，有当时啊休困无够吼，一时啊你就爱搁吼随来去集勤啊吼，所以咱看到讲真侪种讨论吼，劳工的权益伫遮，恁会惊吼，若是公司化会损动着恁什么款的这个权利无？咱个想讲，那公司化是不是咱个财务的问题要解决？啊，无人无来投资啊，比如讲咱个国民啊靠钱，伊要投资是郭台铭的公司，还是要投资台铁？想嘛知影嘛吼。是。所以咱政府的财政问题就要先甲处理好。OK。处理好开，咱讲后续要做怎么处理？所以你若这样讲要把一个烂摊子丢给一个新的公司，对新公司也不是很合理嘛。新的公司的股东伊嘛是有想法啦，讲太安尼，咧补迄个黑洞安尼。OK。所以咱这样想过是讲，咱这样的头家就是咱的政府，政府嘛发现这个物件，这个问题，所以其他咱政府唔是来解决想看卖。嘛想看，铁路法嘛讲啊，铁路法来就讲，国营铁路机构、民营、地方营专用铁路，这种规定，就算讲你是要民营好啊，民营到时嘛是爱让政府去监督、督导。你若讲你家政府拢做袂好，爱搁要督导，还是内底民营家己创空，安怎创，咱嘛唔知影。政府没有去从这个自己改革自己的台铁学到一些功课，学到一些美感。你讲，经常要把这包袱丢给民间，民间你个要处理嘛。所以你讲要处理，讲叫我们员工讲，很多的问号，讲你讲要公司化，是要下面公司化，因为让我人车路嘛，OK。因讲嘛是啊，有的是车的公司化，有的是路的公司化。比如讲若是讲，咱这样车是互咧民间去弄。路赶快是让政府来创，政府敢会改革，敢会讲比较较好，嘛是一个问号。是。相反，若是路是迄民营咧创的，民营创让政府家己创车，是毋是赶快无这问题？另外呢，公司化，咱个民间的财力刚好迄大会当整个把台铁吃下来。OK。可能不行嘛，伊赶快切很多个，像英国嘛是啊，英国它也车辆嘛，也分很多的公司，连铁路也分很多公司，铁路要分3家，是，赶快呐，不同一样变成多头马车，你讲民营去多头马车种，这样政府家己单独来做老板，家己有很多资源，他错没好，我想讲是主要是咱上基层的声音都无咧重视啦，咱大家咧看车头问题，咱看上。几乎就是睡醒就是到车站，车站工作完就回家补眠，安尼，大家咧看，我觉得欢迎，咱产工嘛一寡什么记者会拢是希望说大家会重视，有当到行政院，有时候到立法院前面，拢希望是讲，咱个交通部，咱个委员该咱帮忙一下，讲咱感觉讲很无力啊，讲咱都无重视，问题拢。一直持续在那边到底要怎么解决，就是个大问号。你这样搞讲，有一个仙丹妙药，当然解决。我就是讲，你像基本的，咱讲有一个广告讲，先求不伤肠胃，再求效果。这样连基本的营运不伤肠胃，那成嘛唔知影有伤肠胃，我这样搞讲有一个仙丹仙丹妙药会当解决所有问题，我就做疑问的啦，你啦。OK， 所以咱讲吼，若是真正，若是有一步一步来吼，第一个改善着咱讲吼，这个台铁的这个内部文化吼，咱讲不管是这个运也好，兴运，还是讲吼做电机也好啦，还是讲吼工程的这个部分吼，拢有真大这个系统性的这个问题啦吼。但是咱讲到吼，倒一个部分要去做这个民营化，是讲吼公司化这个部分，咱讲吼真正爱等待，咱讲这个了钱的部分，真正吼了较少，还是讲吼真正吼政府会当承担落去吼，当承接过去一寡这个债务的这个部分，另外才会买手有人要来接吼，尤其咱讲吼，这个了差不多4000亿。
什么民国的公司敢来接？你这就头拄仔咱讲的民家所讲的一个大乌坑伫遐吼，哪补哪大坑啦吼。咱继续来请教这个主任。首先哦，爱一个概念就是咱拄有讲到公司化甲民营化，其实这是两个无共款的物件。是。因为你公司化有可能变做是国营的公司，比如讲像咱这台电、台水，哦，这拢是国营的。啊，问题是，你从即个铁路局因为一个行政的机关，变做是一个国营的公司，讲到我都解决代志嘛，我感觉是无一定啦。这是一个长远的目标，有可能讲互伊公司化了，伊的经营的绩效会较好，哦，减少一寡政治。人物的干扰是，啊，毋过你上基本的，咱这个组织文化吼，这个代志，你嘛是要先解决。这是代替总体检报告内底的一个表，吼，这是咱2018年普悠玛事件了发生，咱交通部吼行政院落去做的代替总体检，一定管到写讲，组织的定位不明，吼，足侪问题，啊，都有咱地方。咧争取咱铁路的立体化的建设吼，啊都有比如讲伊只个退休人员的退休金的问题，拢是互代替在伊的财务愈来愈严重。啊内底上大的一个是啥物呢？咱来看另外一个表，是叫做咱的立体化的经费，互代替了偌济钱。是，你会看到遮有一个。负412.58亿，代替为着配合咱政府，不管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要求，落去立体化。哦，不管你是地下还是伊的架高，伊总共这几档安尼了400多亿。啊，你这钱谁爱去处理？你要公司化进前，这钱拢爱先处理掉啊。而且是足侪代替的问题。为什么阮伫立法院拢会以咧掠代替的一寡弊案？因为代替真正的问题，绝对毋是伫遮基层的员工，拢是伫咧管理的迄个阶层的问题。是，比如讲，咱之前普悠玛发生的时阵，叫我最后发现讲，伊是主风泵歹去，啊，主风泵为什么会歹去？无保养嘛。啊，该保养的机台无买，哦啊，你爱料无买，啊时间到也无保养，是啊，迄台车就乌有伊啊，就弄啊变安尼啊，啊都有啥？代替为着要减少伊吼，伊采购，我公务处需要，也是我迄个电务处需要啥物材料，伊报起来，吼啊，有采购处去买。迄个减少迄个中迄个时间，因去办一个叫做啥物后勤资源系统，开事业，互向者，互带动者啊，结果咧，即个物件做袂出来，啊做袂出来，代替都无去业局责任，都是咱国创委员伫立法院的时阵，发现讲有即件代志，去业局代替的时阵，代替才开始去业带动的责任，然后才讲好，即个物件无多用啊，我嘛无打算要用啊，规个咱都定来。你规个代替的管理的阶层是即个想法咧经营即个代替的，是，那系可能会袂出代志，所以这绝对毋是公司化，就应该管。你若公司化了，要是这个人咧经营，这个人咧管理，共款是一直出代志。是啦吼，所以主任安尼讲起来，真正毋是万灵丹吼，就是即个较悬阶级的人吼，你到底是咧想啥吼？也是讲吼，你做监督，也是真正发包出去，也是讲吼，亲像带动安尼去做，啊买手吼，有人咧做的时阵，才发现讲做袂出来啊。真正就是有即个吼，咱讲赞发包出去，吼，可能都有这个问题伫咧吼。但是咱嘛搁讨论着讲吼，到底吼，敢一定要公司化？有人讲是啥物啊？即阵有诶改革吼，即阵都要开始做吼。为什么要等到即个吼公司化才会当来做？就是咱讲上个工会理事长王家伊所讲诶吼，啊，伫咧吼日本诶即个医师吼，因为医师嘛讲吼，日本国铁民营化了后，民营化真正嘛毋是万灵丹吼，民营化了后，即个铁路吼事故诶即个几率嘛真大啦。但是咱头拄嘛教授嘛讲，爱去吼全拢来算讲吼，这距离也是讲甲事故诶即个比例，咱算好清楚啦吼。另外代替即阵有真大即土地资产吼，咱讲有诶民营化是讲吼，即个公司化进前吼，可能就会开始去抢即个土地即个部分吼，有一寡即个政客真正是安尼啊。但是上尾佫请教教授啦吼，咱讲吼，真正若是要落实到即个组织文化改革。
了钱的这部分会当吼省较济，还是讲吼卖了较济啦，买手，这是公司化有人咧讨论这个一个可能，但是咱讲吼公司化嘛是爱入捌着，到底这个员工是公务人员也好，也是咱讲的这个劳工啦吼，这是上基本的这个问题，请请个教授。咱吼一直咧讲一间公司哦，上重要就是钱，啊，甲人是真方面。所以代替的这亏损的问题吼，这要安怎去分割以前哦，就是讲政策上造成的，讲将来要安怎做，这要甲伊分开。人的问题吼，因为咱代替的这个员工吼，伊毋是真正的公务人员。OK， 吼，虽然讲伊为的是拢是铁路铁路特考入来，但是伊是一般。伊是属于吼，咱或者讲公务人员兼具劳工身份。OK， 伊有3种人吼，就是讲伊即摆因这也做交通资位制，吼，毋是含咱公务人员的兼任兼任委任，毋是啦吼。伊有3种人是经过全序的，吼，就是讲你是啥物长啦，吼，啥物副长，啥物高员，然后其他的是原级啦、左级啊、市级啊，伊这拢是劳工的身份。OK， 所以当然你要公司化的是规定来讲吼，工会伊上烦恼就是讲，你虽然讲改革的规定内底要甲你是死头路，但是改革了后咧，变做公司也是变做民营化，是人为着要趁钱啊，迄个，迄是毋是吼？会甲你抬头死头路，这是爱迄个，因为代替的人数无够，所以伊这个劳动环境、劳动条件就有较歹，所以吼，你去了解代替的员工吼，因的工作时间他们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是啦，还有这个阿鲁拜多吼，这个派遣这等等这问题吼，虽然看到讲吼，真正毋是万灵丹吼，但是咱讲吼，组织文化开始改吼，来当安怎控制这个医生这部分，嘛是代替爱做改革吼。今日非常感谢三来宾，嘛感谢乡亲好秘书咱后礼拜再会，感谢多谢。